今仔的主日是教育主日遮个小朋友甲咱伫遮做服侍吼。咱看头前今仔日的形态无啥共吼，确定有一个真特别的迄个献诗吼。毋茫讲大家伫即个做礼拜中间会使享受到真礼拜中间真侪，无管是大人囡仔伫遮相甲准时做礼拜吼。今仔日咱的要串联的信息有2条，头一首是109首，欢喜救主做王吼，欢喜救主做王吼。今仔日主题是吼，就爱欢喜吼，伫主内爱欢喜。有影是欢喜是一种咱生活中间真重要吼。今仔日的传道内底所要分享的，就即个信息吼。就爱伫主内底来欢喜，伫圣经内底嘛是讲到即个咱就爱真欢喜。当然咱嘛拄着真艰苦的时阵吼，但是咱爱一概无看路，独多万事用祈祷、恳求甲感谢，来将咱所要求的摆咧伫上帝面前吼。所以咱头一首是欢喜做主王，来咱即首袂讲真歹唱，嘛是时常伫听的吼。这是一首信息一直对真久以前一直流传到即马吼。我相信会使伫信息内底一直流传落，一定是大家拢会使对信息内底感受到真侪内底歌词的意义吼。咱请听一下。欢喜救主做王，大家来敬奉，人人感恩认识主永远胜利。心肝欢喜，出声学咯，欢喜欢喜，时常欢喜。咱来唱一届，来预备，来。主最好，来给就来敬候，人人感恩的主我耶华心里心欢欢喜，出下我欢喜欢喜，是下欢喜。第2章。情侣爱的主，你的将我梦里，虽然最后情的就在眼的周围，心光欢喜，最下我欢喜欢喜，是下欢喜。第3册，这上帝大名，的高对的归是，刚好不做的人归老的中看见，心欢喜，出下欢喜欢喜，是下。这首诗咱唱落时，咱心内有影有一种真欢喜乐的心会走出来吼。来，第2首，还有第4，是咧，唱一个伤欢喜嘅结束。第4章吼，这个所在第4章咱爱来读一下吼。这第2字吼，咱劝欢喜望吼，咱劝欢喜就是劝喺咱的心内爱有。欢喜望吼，因为心内欢喜是对心出来，所以咱爱劝欢喜望伫咱的心。来，咱第4章唱一下，来，预备，来，人劝欢喜望，出来心肝真好，也要带你行你的主的三句。
应该是结束了吼。第二首信诗505首，我要重新吼，这个吼是咧重新吼。这首信诗嘛是旧信诗嘛是时常伫礼拜中会使听到这首信诗，咱请听看一下。咱注意看歌词吼，伊拢有讲着讲创啥，但是我爱安怎吼？所以这个歌词真有意义内底。我要重视，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顺心，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界真可能吼。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这歌词真有意义，咱唱的时候会使体会歌词的意义吼。做来，我要重视，有人的心灵，我要顺从。我要听人，我要是笑，是笑无笑，我要听你，在我心事真关耀，我要仰望，无处听。三十，我要祈祷，我要经历，经历你的宝座，我要专心，向主献上好调，我要坚信。这首信息是家己咱礼拜中暗咧唱的信息吼。今仔日我拄仔开始，咱今仔日礼拜是甲小朋友做伙伫遮3甲老爸做礼拜，因为书房佫真特别，咱头前有一个，这叫做放钟吼。我稍微介绍一下，老师会使就放钟吼，就是敢若一个水管人款吼，但是伊会出声吼。确定咱听就知啊。安尼真奇妙，就一支安尼会使出一个真美妙的声，就是因为伊即个震动了后，迄内底有一个音波会走出来。看下咱注意看，有长的有较短，哦，恁药管愈短是愈悬的，愈低，短，愈悬对，愈短愈悬，愈长的愈低吼。咱音乐内底有一种音色。甲音调，甲旋律哦。音色是啥？音色是伊的声的迄个感觉。像即个有一种的音色伫个，确定咱听就知啊。咱阵啊，分迄喇叭位的音色，也是讲单琴有单琴的音色。佫一个就音调，音调是啥？悬低，哦，应该对吧？吼，就是这曲落还有一个声出来，哦，这一个。敢特定，无管你安怎去甲讲哦，拢是这个声，我感觉这个声这个音调有悬低，佫一个旋律，旋律是啥？无共的迄个音调，所以咱遮，肯定咱看着才有几排吼，伫遮小朋友有大人吼，老师拢伫内底，因每一个人也无共的迄个棍仔吼，棒子吼，棒子伫遮吼，讲一个每一个人的声无共。你会使看到，会使听到真美妙的声吼。咱毋知有点
踮咧迄个山谷内底吼，比如你看花莲有迄个太平湖迄个，你怎甲发一声，伊的回音会走出来对。哦，所以伊即个声内底嘛是共款，伫咱的空间内底吼，即个音波伫遮伫说的时阵吼，咱会听到阮迄个来回震动的声，足水的声。所以期待大家伫即个礼拜中间，不但伫信息内底，咱会使体会到内底一寡信仰的歌词以外，咱会阁对音乐内底听到上帝所创造这音，吼，到伫咱的耳孔内底，互咱无共款礼拜感受。毋茫讲大家伫遮会使真安静伫遮来做礼拜，来敬拜上。以上咱练习到遮，咱请大家准备心来做礼拜。今仔日是教育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姐妹万心，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恁着阿罗上主，恁着感谢上主，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随会讲起上主的大权能，伊随会表明伊一切的名声。伊若遵守公平，常常行公义的，伊予人就有福气。十甲来应是阿罗上帝，圣诗109首，109首，请起立。只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死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圣中国活，就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经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若敢用客英文62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客英文知性是后面。既然恁甲基督既然有得着基地，既然恁甲信实有交期，恁着上款的心志，无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浮盈。恁家人毋通只顾家己的代志，恁着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转壁空卡伊俱乐部的身份，伊
以自阮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示伊甲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着耶稣的名，一切。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今仔日是阮儿童主日，阮对细汉进入上善教会参加主日，学习济济的圣经的话语，济济做人的道理。求主耶稣保守阮有智慧的头脑，保守阮儿童每一个人学习主的模样。求上帝教阮同在，求上帝帮赞每一个儿童渐渐成长的中间。求你使每一个儿童尊叹上帝，尊叹父母的话，真理道路去行，做好模样的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求主保守阮的牧师有智慧、有健康的身躯，也祝福顶路祭司兄弟姊妹有健康的身躯。阮安尼所求，求主照你的旨意来赐福大家。阮真心拜入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因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腓立比书第4章第1节到第9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220页。新约腓立比书第4章第1节到第9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220页。所以我所听所行袂兄弟，做我的欢喜，做我的免流的，所听的影，着安尼徛在伫主。我藏有乌蝶，搁藏顺刀机，着当心伫主。所种的同伴啊，我也求你帮赞即两个妇人人，因为因巴甲我同出力伫福音。也甲克里免，以及其有甲我同着活嘞，因的名记伫我名下册，着常常伫主来欢喜。我要搁讲伊着欢喜。恁的孙良着对众人显明，主君啊，你家无伫挂入道万事，就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求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皆伫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打兄弟啊，结尾来讲，既若真实的，既若可敬的，既若公义的，既若清洁的，既若通听的，既若好名声的，若有啥物德行，啥物通学乐，也会领着笑脸。恁对我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拢着行伊就赏赐平安的上帝要甲恁伫，请为伊定传道、讲道、题目是上帝同在无反。大家平安，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互阮伫今日会当做伙组织伫教会来听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我嘛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互阮伫今日有遮尔济儿童会当做伙来服侍。我嘛将阮的一切继续交托互你，愿你继续来带领阮，互阮伫你的话语中，阮会当更加明捌你。阮将阮的一切拢交托互你，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今日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4章第1节到第9节。毋知影大家伫自咱细汉到咱大汉的大汉的过程，拢敢有一个模范是互咱会当学习的。咱为咱细汉的时阵，甲大汉咱拢一直咧学习。伫咱的学习的中间，上重要的是啥物？咱应该爱先知影咱要学的是啥物，过来咱较会当知影咱应该安怎去学，安怎去学习，有一个方法来学习。所以咱上重要的，应该是嘛是爱有一个会当互咱值得去学习的模范。咱常常讲，身教重于言教，上紧的学习的方法，就是爱有一个会当值得咱学习的模范，然后咱会当对伊来学习安怎做代志。伫咱的生命中，敢有一个值得咱学习的模范？圣经中有真侪人会当值得咱的来学习。今仔日咱要讲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即个批信的作者，就是保罗伊所写的。保罗伊嘛是一位真正非常值得咱会当学习的模范。所以为今日的经文，咱会当看见保罗伊会使有上帝甲伊同欢喜的秘诀是啥物呢？就是因为伊定定孝念教会中的兄弟姊妹，伊因为上帝的养分欢喜，为着上帝所做的、所产生的结果，是信徒欢喜的源头之一。所以保罗伊因为安尼，伊嘛真正看见伊所传的福音，领受的遐个人，因的性命的改变，伊嘛感觉真欢喜。
迄是伊欢喜的源头。但是咱若无做上帝伊要做的代志的时阵，也是无挂念上帝的代志，敢挂念咱家己的利益、甲名声的时阵，咱就无法度得到即种欢喜。顶礼拜牧师伊讲到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3章，伫遐讲到保罗伊为着上帝看万事做损害，捌损失一切，也看做粪扫，是为着得到基督。保罗伊并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来做上帝要伊做的代志，对伊来讲，上帝的代志是上重要的，也是互伊欢喜的。所以，当伊对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姊妹的成就看见疼心甲成长的时阵，伊就非常的欢喜。这也是玛利亚所讲的：“我的心尊敬上帝，尊主最大，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腓立比书第4章第1节，保罗伊写讲：“我所疼、所羡慕的，互咱会当看见。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姊妹真正有真深的疼，也伫定定笑脸因，更加会使证明保罗伊对因的疼是真实的。而且腓立比书是保罗伊伫监狱所写的批信，当伊伫迄个监狱内底受苦、孤单、患难的时阵，伊所想起来的人是腓立比教会的人。所以咱若是伫咱受苦、患难、孤单、艰苦的时阵，咱若是想起来的人，其实对咱来讲，拢应该是真重要的人。保罗伊伫监狱的时阵想起来是腓立比遐个兄弟姊妹，所以对伊来讲，遐兄弟姊妹就亲像伊的肢体、伊的亲人共款。保罗伊伫监狱中，并无重视伊家己的环境甲状况，反倒写批去关心腓立比教会中的兄弟姊妹，去劝勉甲提醒因，应该爱去帮助彼此，阁有责任应该爱帮助彼此来和好。所以保罗伊也提醒腓立比教会兄弟姊妹，看见教会中若是有人因为一寡原因，因无彼此有一寡纷争的时阵，迄时阵每一个人拢应该有责任爱去帮助因和好，因为毋管安怎，就算讲迄个人甲咱无啥物关系，毋过嘛有可能因为安尼会影响着咱彼此。所以保罗伊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人，若是有看到教会中有人之间有纷争的时阵，就应该爱去帮助因来和好。所以保罗甲耶稣因拢有教示咱，应该爱得意伫正人的合睦，互人和平的人受福气，因为因要成做上帝的囝。咱着定定伫主内欢喜。保罗无论是讲所有发生伫咱身上的代志，也是通欢喜的代志。靠主常常欢喜的意思是，无论代志本身是毋是互咱感觉欢喜，咱拢应该爱倚靠上帝常常欢喜。但是咱必须爱拄着会互咱无欢喜的代志的时阵，咱无法度欢喜，安尼就是因为迄个环境互咱。因为迄个环境甲代志的改变，咱的迄个欢喜就消失啊！安尼的欢喜就毋是真实的欢喜。所以人生中真正的欢喜是啥物呢？就是爱常常倚靠上帝，爱常常来欢喜。倚靠上帝毋是一个逃避困难无去面对，只有要享受面对快乐的一个代志。应该是爱，虽然有拄着困难临到，但是咱知影上帝甲咱同在，信靠上帝去面对，互人上帝会当帮助咱。即个过程会使互咱体验着上帝同在的欢喜。所以保罗也提醒信徒爱叫恁的顺从着对正人显明，爱透过顺从的心，伫所有的人面前为上帝做见证。保罗遮所讲的顺从的心，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心，
顺良的心是发自的心，无法度假的。顺良的心要靠主欢喜是有关联的，因为骄傲的心常常互人压杂不安，但是顺良的心煞会当互人常常欢喜。所以咱若是要得到欢喜的心，咱爱有顺良的心。所以保罗也有上帝同在欢喜的秘诀是甚物呢？就是伊关心教会兄弟姊妹，互因和好，而且伊保持一个谦卑顺良的心，彼此相疼、珍惜相疼的心。保罗也提醒腓立比教会兄弟姊妹，莫得挂虑甲罪恶，拢是互人无法度欢喜的原因。若是只有放落罪，无放落挂虑，同款无法度欢喜。咱虽然无欢喜，无介意，互人无介意咱爱挂虑代志，但是咱嘛常常挂虑，真侪代志拢会变成咱挂虑的原因。有可能是咱健康的问题、工作的困难、学业的压力、经济的欠缺，阁有甲人的关系等等，这拢会变做是咱挂虑的原因。但是耶稣要叫咱无通为明仔载挂虑，以及透过保罗的提示信徒应该无得挂虑。上帝要爱咱做袂到的代志，伊既然伊若是要互咱做感觉咱做袂到的代志，是无可能的，因为伊要互咱做的，一定是咱有法度做到的代志。所以无得挂虑即句话，也是咧提醒咱。无一个担担是上帝所无爱为咱担的。咱会挂虑是因为咱无将担担甲挂虑完全交托予上帝。无得挂虑的意思是毋是无爱做，嘛毋是无负责任，嘛毋是无要靠家己负责任，是无得挂虑是要将咱家己的一切拢完全的交托予上帝，无靠咱家己，甲咱家己来负责，是甲上帝做伙来负责，嘛甲咱的烦恼拢完全交托予上帝。毋是讲咱伫世间中无拄着困难，是爱咱学习伫困难中，咱爱信靠上帝，将咱的一切拢交托予上帝，倚靠上帝稳定、勇敢、无挂虑、忠心的悟情。都代表的是。咱爱做的只有遮个，也就是办代志，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咧伫上帝，上帝会家己来帮助咱。咱向上帝祈祷，也代表着咱对上帝的信赖倚靠。感谢代表着咱对上帝的顺服。承认上帝所应允发生伫咱身上的代志，拢是有伊的心意的。咱若是安尼生活，就会使真实经验着无挂虑的应允，就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袂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先知以赛亚甲咱讲，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恁的路毋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你个搬过一切的，就是出伫上帝的意念，上帝意念是悬过咱的意念。是咱人所无法度想到的，嘛无法度所体会到的。上帝照伊家己的意念所做一切，甲伊所赐予咱的平安，比咱家己认为的想法，阁有咱家己的计划阁较详细。所以咱应该爱谦卑来倚靠上帝。上帝所赐予咱的平安，不只是指身体，也关乎咱的心灵。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这毋是讲上帝保守咱无拄着试炼甲困难，咱嘛是会拄着困难，
但是虽然有困难，咱的心思意念煞会使有上帝的保守。伫任何的境遇中，咱拢会当有上帝所赐的平安。这互咱会当知影，即个平安的效果，不只是伫咱的身体，也是伫咱的心内。人生中所想的意念，会主宰人的情绪，互咱欢喜，也是忧闷。而且人的意念常常会受到环境，佮周围的人来影响、来改变。但是上帝所赐予咱的平安，是会使保守咱的心思意念，互咱的心思意念拢会当伫主内面安稳平静，袂因为外在的环境的变化受到影响。所以保罗有上帝同在的秘诀是啥物？就是凡事祈祷，感谢上帝，将伊所有的挂虑拢交托互上帝。我靠上帝，相信上帝的计划来行。既然头前保罗伊提醒信徒无应该去挂虑代志，后面保罗伊就提醒信徒讲，安尼咱真正爱去思想、爱去思念的是甚物代志？就是关乎咱家己人性品格的成长，关乎咱所听过、所领受的真道应该怎样去实行。当咱的心思意念完全想上帝的代志的时，自然咱就会使伫人性顶面有得到欢喜。所以保罗伊更加具体的指出一寡应该思念的代志来提醒信徒。既若真实的，既若可敬的，既若公义的，既若清洁的，既若通听的，既若好名声的，若有甚物德行，啥物通学乐，才会领着笑脸。凡是真实的，即个真实包括对咱所有的人，对待人安怎对待人，安怎做代志，安怎讲话，望等等，这一切拢应该是真实的。看去别人怎样伫上帝的面前言行，甲所行所做伫内面，甲伫外口，拢应该爱是共款的。可敬的是一切互人敬重的代志，互人钦佩的代志，咱拢应该爱去思念，爱去笑念。有时咱看去别人的作为，咱会为心内有钦佩因的迄个想法，迄个时阵，迄个思想，迄个感觉，咱就应该爱想看觅是安怎因所做的会互咱感觉钦佩。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神，伊疼公义，愤恶罪恶。公义的就是完全无偏心，也是体贴人。只有踮伫公正的地位顶面，照真理来行。即个公义不但是用安尼对待人，也应该用安尼对待咱家己。清洁的，就是无污染的，也是无向沾染到罪恶的。无罪恶的成分甲动机的，迄个是清洁。通听的是啥物呢？通听的就是互人所爱慕的，信徒的生活见证，拢应该爱互人所羡慕。有好名声的，即个好名声，毋是指世上的地位、财富所得到的名声，是对头前咱所讲到的即个真实、可敬、公义、清洁的所行有好的名声。咱人若是因为有好的德行得到好名声，就表示讲伊的品性，毋是只有少数的人看见，伫少数的人面前有好的见证尔。应该是伊，不管是伊的外表、伊的内面，拢是共款，拢是有好的见证，是时常随时拢会当互人看见好的见证，而且是互真侪人所信任、所看为实在的。若有啥物德行、啥物通学乐，即句话并毋是指家己，也是别人。无论是家己的德行，也是别人的德行，是家己受称赞，也是别人受称赞，拢应该
留心思想其中真正诶原因。咱若是时常思念受伫即个世界诶代志，结果就是伫痛苦甲忧闷诶内面。但是咱若是时常思念天顶诶代志，会品德诶话，思念上帝所欢喜，咱所追求诶代志诶话，就因为安尼，咱会当得到上帝所赐诶欢喜。就亲像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甲第8节讲，人种诶是啥物，收诶也是啥物，咱所追求诶是啥物，所得到诶也是啥物。但是世界诶财富诶，咱去追求，会时常会引起怨妒、贪心、痛苦、纷争甲诶代志。追求上帝所欢喜诶，虽然可能会拄着一寡困难，但是就亲像一粒欢喜诶种子，咱种落去了后，到时阵咱就有法度会当收成一个欢喜诶果子。当咱对真理诶认捌有新诶领受，对人性诶经历有新诶成长诶时阵，伫咱诶心内中，咱嘛会当享受到一个无同款讲袂出来诶欢喜。所以少年是内心诶科目，是外面诶行动。头前保罗讲到应该少年诶代志，了后保罗讲到应该实行诶代志。咱伫实行进前，爱坐坐去少年了后，咱就爱去实际诶去行。咱毋是只有将真理藏伫咱诶头壳内面诶思想尔，去欣赏、去研究尔，煞无去实行。真理是应该爱实行出来诶，也毋是只有顾咱家己无头前无一个目标前安尼去行，煞无心领受真理。保罗伊爱信徒所去实行诶，是因伫保罗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诶代志。这是一项无简单发出诶要求，因为伊不只有要信徒去实行伊所讲诶，是要因实行伊身上所看见、听见诶。所以可见，咱会当看见保罗伊诶生活的确是有一个美好诶模范，毋惊互人看，惊人学。当信徒去行应该所去行诶代志了后，守住平安诶上帝也要教咱伫地。即句话会使甲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做比较。讲明上帝所赐诶平安怎样保守咱，咱怎样会当伫逐种无共款诶环境中得到上帝诶同在，有上帝所赐诶平安。上重要诶，就是咱爱留心来思想圣经、上帝诶真理诶教示，佮爱有一个好诶模范来学习去实行。保罗伊诶性命非常值得咱学习，就亲像伊家己所讲诶，应当爱学习伊。伊就是一个真好诶模范。咱会使知影，保罗伊安尼讲诶话，毋是咧夸口伊家己，伊是透过伊家己诶性命来提醒咱遮诶信徒，用伊家己诶性命来见证上帝美好诶作为。透过保罗诶性命甲提醒，咱会当知影，一个有上帝同在诶人诶性命是会充满欢喜，有顺用诶心，而且会当凡事祈祷感谢，以及时常思想上帝诶真道，而且去遵行诶人。愿咱会当见证真实诶、可敬诶、公义诶、清洁诶、通听诶、好名声诶，若有啥物德行、啥物通学乐，遮个咱拢会当来效念，嘛会当学习保罗实际行出来诶真道，要用伊诶性命来荣耀上帝。因为当咱安尼做诶时阵，
厝边咱的上帝也要甲咱同在，甲咱伫地。今日的回应诗是505首的圣诗，我要重述。即个圣诗伊是华尔特伊所写的。伊伫13岁的时阵，过去到东京的早稻田大学来教英语。伊逐工拢会写一首诗。伊有一工伫下晡的时阵，伊个写，伊个甲学生讲使徒圣经。伊伫迄暗，伊嘛想要用一个真简单的几句话来整理伊家己所想、所感觉的基督教的基本的信仰，所以伊就甲遐写落来。伊就写讲。真实、清洁、勇敢、壮大、疼人、关怀、帮助人、望等等。忽然间，即个观念就伫伊的生命中定型。伊就用一个诗来写出来，即个圣经就是伊的即首诗。即首诗尾啊，诚做美国的青年的基督徒所。真正做介意的一首诗歌，因为即首诗歌有表达出基督徒的活泼的精神，尤其是伫疼甲友谊中间的结合。所以嘛，亲像咱今日的经文共款，既若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通疼的、好名声的，若有啥物德行、啥物通学乐，才会咱就来效念。嘛，做伙来学习，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用你的恩典，互阮伫今日会当做伙组织。我嘛搁一遍将阮家己交托互你，愿你教阮伫地。上主啊，求你使阮会当平静，互阮会当接受阮无法度改变的事实。赐互阮勇气，互阮会当去改变阮会当改变的代志；赐互阮智慧，互阮会当通辨明即两个中间的无常。逐日逐刻用心来生活，逐分逐秒享受快乐，将困难看做通往平安的路径。愿每一个人拢会当亲像主你。正面看遮个罪恶败坏的世界，无掠家己的意思做意思，诚心顺服上主的旨意。凡主你的旨意拢得成，安尼伫今生阮会当有理由着欢喜来过日子，伫来生要甲主永远享受无比的快乐。阮安尼祈祷，我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请掀开旧报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两遍。应是的，伊若可敬的，伊若公义的，伊若清洁的，伊若通听的，伊若好名声的，若有啥物德行，伊若好乐，爱按你笑脸，因对我所欢喜，领受所行记。所看见的，拢着惊伊，保守赐平安的上帝，免甲你伫地，伊必须是。伊若其实的，伊若可敬的，伊若公义的，伊若通听的，伊若好名声的，若有啥物德行，啥物人好乐，爱安尼笑脸，因对我所欢喜。我领受所行记，所看见的，拢着惊伊，保守赐平安的上帝，免甲你伫地，伊必须一时就袂着。大家来用诗回应上帝的话，信是505首，505首，请起立。
是回应上帝的话，信是无把控无守，无把控无守，那去。王恩庆技术、林满莹技术、施书生来普济奉献。Kitty。
掀开周报333页消息报告。第3点，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召开中执会，请同志参加。小组甲无区消息，中年团契定伫10月18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邀请杨德林牧师主讲。题目是台语文的探讨，请客友参加，准备午餐。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向顶级订正。主讲聚会甲后手信讲事项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今仔日感谢遮个儿童伫港台服侍，咱嘛特别搁一届欢迎王怡慧老师所带遮个台北放中的遮个囡仔伫遮甲咱来服侍，咱欢迎因。好，谢谢你们。好，咱即时咱嘛来做集体祈祷。好，咱嘛特别为着即礼拜，我接到一个消息，就是咱的刘东吉弟兄，伊伫10月初9来蒙主温调，所以已经伫拜六来举行即个告别礼拜。所以咱的教会嘛有几位的兄弟姊妹伫拜5的时，落去屏东伫遐来安慰伊的妈妈甲伊的太太。互咱嘛恳求主的扶持即个家庭，真意外来失去因的丈夫、因的爸爸、因的后生，所以咱为着董志祥的遗族来祈祷。互咱嘛为着清真祥的手术真顺利来献上感谢，伊伫昨昏真顺利地结束伊的即个手术，拢真顺利。咱嘛恳求主来继续扶持，医治。互咱即时咱嘛来祈祷。互咱为着世界来祈祷，咱看见乌克兰、以色列所在地区的战争，咱恳求主来停止。咱嘛为着台湾来祈祷，为着各地宣教师祈祷，为着咱建堂的事工，为着怀孕的姊妹配营，为着大院的清真祥，为着集体信实、扎实正祥、慧玲姐、明哲兄、北丁老娘、玉秀姐、秋菊姐、阿卡姐。西江兄齐胜兄、邓妈妈、金生兄、道明兄、明珠姐、俊贤兄、赵雄兄、应轩、张老师、龚基姐、丹基乡长老以礼、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阿菊姐、各湾兄、幼庄兄、李雀老师，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今仔日有真侪儿童，包括遮个放纵团的遮个青少年、遮个囡仔，以及原教会遮个儿童做伙伫遮来服侍。主，阮欢喜看到因伫父母、伫教会照顾下面，真平安、真健康来成长。总是伫世间有真侪儿童，因伫战争、因伫妖恶、因伫遮个气候的变迁的中间，因无法得有一个安稳的生活。主，愿恳求你的怜悯，恳求你的帮助，特别伫安尼的时刻，提起阮遮个兄弟姊妹，搁一届为世界顶面所有的儿童来祈祷，恳求主赏赐互因有一个快乐平安的生活。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的兄弟姊妹，互阮会当伫健康的中间，会当时刻来感谢上帝；伫无健康的时，阮嘛感谢上帝。特别，阮要为着遮个病痛兄弟姊妹祈祷，因伫厝里疗养的，恳求你赏赐互因信心，互因会当对主遮来领受信心甲健康。阮也为着大院的清真祥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互伊的复原会当真紧来恢复。主，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恳求主你来保守配营，互伊平安，也为着阮的教会事工，阮无论是对外对内的遮个事工，恳求主你拢引带保守，互阮会当伫逐所在做好的见证。阮也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主搁一届为着伫战争中间的以色列甲乌克兰来祈祷，
恳求你停止战争，互人民会当恢复安稳平安的生活。阮也恳求你保守伫逐所在宣教宣教师，互因也会当平安，会当伫逐所在宣扬主你的福音。阮将兄弟姊妹新的一礼拜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阮每一日的脚步，互阮无论伫甚物款的场所，拢会当合你的心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时来吟诗。歹势，今仔日咱是要颁发奖学金，吼，所以咱即时咱来请即个陈义礼的牧区的主任，吼，王世伟长老来颁发奖学金，吼，咱为咱念着名的囡仔，咱请来头前来领即个奖学金，吼，咱请国小组，吼，黄奕，囡仔拢起来了吗？好，哦，好，黄奕、孙以云、王永晴、彭博阳、黄静、徐佩勇、江昂轩、黄尚德、黄宁、王永兴、林玉威，互咱请这囡仔国小组的，互咱来领奖。互咱领完奖，咱先徛伫头前，咱请同工来翕一张相，吼，来，我们赶快，我们小朋友赶快来集合。好，请林姨执事帮大家拍一张照。好，好，咱拍婆仔甲因鼓励。玉威，你要站后面一点，不然你会挡到。嘿，对，好，因为你太高了。好，来，这是咱国小组，好。好，来，请回座。好，咱这是国中组。孙以山、蔡双瑜、蔡双妍、彭博兴、林前一。前一今仔日去毕业旅行嘛，吼，去毕业旅行。毕业旅行，你们上来讲，看你们会不会讲错。好，来，好，来，拍拍鼓励这国中生。好，这囡仔拢伫教会拢有稳定的聚会，吼，咱嘛为着因祈祷。好，咱嘛为着高中职组，吼，林前安在蔡博元，前安今仔日去练唱，吼，咱嘛博元来，伊即摆是大学生，咱是去年的即个奖学金，吼，蔡博元即摆是大学生，吼，嘿。好，咱嘛为着大学，吼，徐静婷甲汤宗麟，好，静婷甲宗麟，好，这两位是大学生，嘿，好，咱嘛拍拍鼓励因。一时来吟信息399首，信息399首，吟诗后请陈牧师教导，请起来。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